主的计划啊，我还是会希望从创世纪开始读。好，我要讲的是，当我这少年的时阵，我一直认为讲圣经的解说，都敢若一种啦。每一个经文的解释，一定是只有一种解释，怎么可能会有两种解释？像我今麦在跟恁讲话的意思，是一个意思啊，两个意思啊，三个意思。我只讲这句话啦，敢若一个意思尔嘛，对不？怎么可能那个圣经的解释会有不同的意思？所以我就坚持圣经敢若安那一款解说而且是我的解说，就是对的哈。这是年轻的时候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虽然不是盖老哈，年纪越大，我发现由于各种的元素、各种的因素哈，多原因，圣经的解说无法度干那一种人尔。好，因为上帝的话伫逐世代不断在讲，上帝伊即马上帝要甲一个概念，要甲一个精神，也是要甲一个原则，要甲迄个世代的人讲，就会用那个世代的语言讲出来。那个世代的语言讲出来，你可能只有那个世代的人听有那尔。譬如讲，刚刚的积极篇，摩西底下拄到，伫山顶拄到上帝这的经文，那是3、4千年之前的人才看得懂那样的描述。所以，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去理迄个那一段经文的精神跟原则，然后才能用到。会当去用伫无共款世代，用迄个无共款世代的话重新来讲一解，所以表面上会不一样。那问题来了，讲啥子？当咱去读一段经文的时阵，要抓伊的精神甲原则，敢有法度？咱逐个人抓到的精神甲原则拢共款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认为不可能。根据我的经验、我的观察跟我的非官方统计，这是做学的吼，就是讲，咱会当竟然会当对一段经文，伊的精神甲原则的看法拢共款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好，所以常常的情况可能是，咱今麦来读一段经文，像好到要解说这个经文，可能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？是不一样的哦，可能会有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解释不同跑出来，哪个对？我的对，是不是？跟他这无啦，无一定是无输会对啦。这个时候分辨不出来，辩证过以后，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最对的时候，各位兄弟，咱大家学习什么会？彼此尊重，彼此尊重跟接纳。即便他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怎么样，差很多。仍然要学习彼此的尊重跟接纳。好，亚收底家告诉撒都该人，你们认为最稳固的，有写下来就是最保证、最稳固的那个才是上帝的话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口传怎么样，也是啦。好，你以为不稳固的也是啦。上帝无。上帝袂定定把话讲好死，知无？各位兄弟，上帝不会把话讲死，不是上帝不想清楚，是人没办法明白。人没办法明白的时候，迄话就袂当讲好死，就不能讲太 detail， 讲太 detail 就死掉了。所以在不同的世代，伫无同款的情境。伫无同款人类要面对的问题，上帝的话其实有弹性的，其实是可以做出无同款的指导、无同款的影响，跟很丰富的适用于不同的人的境遇，会监控、总控，会当去遵守的。好，各位姐，这一切拢要训练、操练咱基督徒。爱有一个较快、
较开阔的心，吼，啊有一个愿意听别人讲法的心，即款的态度，吼。当耶稣咧甲这人对话的时阵，耶稣不会把话讲死，还是有一些空间的。像今天，耶稣只是告诉你，今天耶稣没有告诉你上帝国是安看安怎，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，他只是告诉你说什么？不是你现在想象的那样。这个就有没有讲死？没有，哦，没讲死。是他在西天那个什么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那新天新地啊，还有新的什么耶路撒冷啊，什么两条河这些啊，嘿，好像又回到了创世纪。是啊，这个概念叫做复原，就是人甲上帝要回去进前犯罪进前的状况。好，可是真的不要想象那个是他文字表面描述的样子。好，什么水晶海啦，哦，各种宝石啊，迄刚才是被描述那个很美好。这个美好是人犯罪进前跟上帝和好的状况。好，启示录就是说是要回去那个要回去那个状态的。好，所以还是没有讲死。跟他讲一个方向，跟他讲一个原则，跟他讲一个精神底下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咱真做这个世代的基督徒，咱要安怎呈现咱的信用？咱要有较大的宽容，有较大的愿意倾听，有较大的愿意去接纳无同款的看法，尤其是解说圣经的顶面。好，所以我常说，不要用解释对错来看圣经的诠释。好，圣经的解说无对甲唔对的问题，圣经的解说敢若好甲歹的问题。好，只有优劣，没有对错。我们可以彼此再多听一些不同的解释、不同的看法。好，对错不要用对错去看圣经的解释，要用优劣。较好的、较歹的，那个判断得出来吗？有的人解说较好，有的人解说较无好，这个判断得出来吧？像我都认为我的解释好，开玩笑的哦。好，搁一解，上帝耶稣并无讲，迄个降临的世代会怎么样？耶稣刚才跟你讲，不会怎么样而已。他从此就开了一个空间，一个境界。让我们可以去思考，千万不要把圣经读死去，好，不要把圣经读死了。我们同心来祷告，咱来祈祷。之前的杯，阮欢喜感谢，阮有你的话，加做阮路上的火脚前的灯，加做阮生活性命的准则，加做阮做代志，真做阮甲人直接应对的标准。毋过阿爸爸，阮知你的话，毋是一条一条一条的规定，毋是迄死去的律法，毋是无弹性、无活命的遮的律例。阿爸爸，你的话是准则。你的话是原则，你的话是精神，所以帮助阮无同款世代的基督徒，求你赏赐智慧，互阮，伫阮无同款的文化世代，甲阮拄着的境遇内面，帮助阮伫阮的生活，好好行出你的话，照精神甲原则。